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第一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基本工资连续6档调整，每年月薪起到25250块，起5.2%，是总统蔡文从以来起上济。今仔半暝有上100万剂莫德纳送来台湾，国内一个国中女生驻 BNT 产生新基因，一研究生嘛亲像做高端产生副作用。全本的5杯羹，今仔早起9点开始伫超商、超市、药妆店领羹，偏向地区是交予派出所来处理。新闻一开始来看，基本工资已经连续6档拢有调整，每年的月薪上加会对24000块调悬到25250块，是起5.21%，嘛是总统蔡文上任以来起上济一档哦。每点钟的薪水嘛对160块起到168块，起5%。劳动部是表示哦，因为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大约有5.88%，是11档来的新高，经济成长嘛应该甲劳工做伙来分享。也毋过，行政院是真烦恼讲，有一寡受到疫情影响的产业调薪会有困难哦。所以劳动部甲经济部伫后礼拜嘛来提出配套的办法。111年1月1日起，我们基本工资月薪调整至25250元。基本工资审议只用4点钟左右，就顺利宣告明年一个月薪水会为即卖24000起到25250块，起5.12%，从总统蔡文上任以来调的幅度上悬的一摆，时薪为即卖100调整到168块，起5%。根据我们今年的这个预估的经济成长率5.88那么我们一直讲这个经济果实应该是劳资共享。所以大概除以2，然后再加上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那么得出来大概是5.2的这个调幅。对比今年基本工资一个月只比去年增加200块，时薪只增加2块。这摆调整对劳工来讲是较有感觉，不过离劳方提出的10%的目标依然有一段距离。虽然我们对调幅达到有一些遗憾。但是我想只能说免予接受。资方派出的审议委员，主张疫情之下拢无应该起。会议结束了后，批评政府提出的 GDP 数据拢是灌水。用6400亿的政府支出灌去 GDP， 是不是？所以这个统计数字都虚胖的。澳门产业对反对这种调法嘛。劳动部回应，劳工已经有咧体谅，明年只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反映伫调的幅度顶悬。受惠本国籍劳工加总将近200万人，移工47.54万人，基本工资只是法定下限。劳动部也呼吁，有趁钱的企业付员工的薪水应该比基本工资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已经连续9天拢无本土病例，也毋过今仔是有一个人死亡。这案例是一个癌症的病人。指挥中心表示讲，国内又搁增加11个Delta变种病毒案例，包括华航的查某副技师嘛，确定是为着Delta病毒。也毋过伊的病毒甲之前咱国内Delta烧的案例拢无相像。另外，咱国家己买的莫德纳甲 BNT 疫苗，即马今仔拢总有202万剂会送来到台湾。伫这份莫德纳加 BNT 疫苗拢送来台湾，咱国家己买113万外支莫德纳疫苗，初步早起已经自美国起飞，应该伫咧半暝到台湾。另外，由鸿海永定、台积电加自济等民间企业团体所采买捐赠的 BNT 疫苗88万外支，透早5点多送到位，检验刷就让开始做。目前我们莫德纳到货的部分总共有371万多剂哈。那这一批莫德纳的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2号。指挥中心也公布最近1礼拜境外移入面的基因定数的结果，又搁增加11个 Delta 境外移入，包括按16377华航女副技师，验过伊的病毒数列，加进前病毒群组同技术案、新北幼儿园、桃机清洁工等群组案件拢无同。所以排除这位女副技师跟本土群组案件的关联。那我们会朝向就是说，可能是东南亚这边来的病毒株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要加注意的是，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自7月以来，境外移入个案458例，其中有118例是突破性感染，比例是25%，比进前9月21%也更加悬。
打了疫苗完整接种的旅客是有大概越来越增加的一个情形。不过因为这个 Delta 的感染力很强哦，那我们还是会这个3不5时就遇到有 Delta 突破性感染的一个状况。为了要让疫苗的资源有效利用，指挥中心公布第11期新冠疫苗增加注意对象是45岁以上的民众。10月10日后礼拜日早起10点开始，会当预约登记做 BNT 第1期。也佫开放18岁以上的民众，10月12后礼拜二早起10点开始，会当预约做 AZ 第2期，用分流方式预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一个国中的查某学生，顶个月底注 BNT 疫苗，却伫这几天开始发烧、会喘，病医诊断讲是心肌炎，目前人已经昏迷，用叶克膜来维持伊的性命。有一个嘉义中正大学姓黄的研究生，伫顶个月16日骑奥多摆向昏倒跋倒，送病医急救，手术了人个的昏迷，已经22天了。这个研究生之前有注高端疫苗，家属嘛怀疑讲甲疫苗有关系。BNT 疫苗即马伫咧各间学校做，不过桃园有一位国中1年女学生，9月24注射了，除了肌肉酸痛，一切状况拢正好。不过10月初5突然间发烧，佮当天心脏跳正紧，请假去诊所看医生，也是规暗发烧。初7透早送台北马街病院，诊断是心肌炎，转加护病房到叶克膜治疗。他母亲昨天中午有去看他。那么医生就特别跟他母亲商量一下，希望说让孩子好好休息，让他的心脏休息1个礼拜。那么最重要这1个礼拜，看他能不能够撑过去。目前这位女学生因为在用这个呼吸以及心脏相关的一些治疗，所以有镇定剂的一个使用。那目前这位女学生在到院的时候意识是清楚的。女学生送来病的时阵，还佫知影人，不过即马已经昏迷，是毋是因为注疫苗引起的不良反应，还佫要查。桃园市政府讲，这是严重的副作用。也那是毋是第一例个案自 BNT 疫苗了引起心肌炎？指挥中心讲，应该也有其他个案。目前比较确定的是到9月29号，9月9号的心肌炎的个案 BNT 是0了哈。但是因为从7月9号到今天，那中间到底有没有多出的这个心肌炎部分，可能在几天之后就会有新的一个统计。另外，中正大学有一位姓吴的研究生，9月初10自高端疫苗了，9月16骑奥多摆等红灯的时阵，煞跋倒送病院，当手术了人昏迷，到即马已经22天啊。病院讲是正病阿妈菌的动脉血架，造成大脑大范围塌掉。家属讲，因为囡仔本来正健康，怀疑是注疫苗有关系。高端这个疫苗，简直就是把人民当作白老鼠。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政府有关单位连一通电话也没有打来关怀一下。家属讲，政府拢无来甲因插，申请自有红社受害救济也拢无进展。指挥中心是强调，已经请病院尽力治疗，一直到9月，卫福部已经审理9件案件，若确定不良事件甲疫苗有关系，相关会当赔偿600万。伫初7是新增加83件注疫苗了的不良事件，无死亡个案。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等无第2剂莫德纳疫苗通注，也毋过台北网家却传出讲有一间诊所注1剂莫德纳6000块。早起诊所是表示，这是病人白注村的疫苗，却甲资格卖予别人。指挥中心下晡嘛表示讲，这款的行为已经违法，会要求警方处理哦。也毋过，嘛有媒体记者指出讲，伫中山区、松山区嘛有诊所伫卖莫德纳驻村的疫苗，注2剂要32000块。伫网家这间诊所外口未少民众等待叫号要注射疫苗，早起安排注射 AZ 疫苗第2剂，未少人伫现场等。另外有无得了疫苗会使注，也有民众伫网络讲，敢若医术1剂6000块的见效，就使买到无得了疫苗，直接伫诊所会使注。那现在有的人连第1剂都还没有打，你还来赚这个黑金钱，我认为太恶劣了。民众讲，一个叫做 AZ5 的网友伫个社群平台来发文，讲会使提供无得了疫苗，一单花价6000块，而且指明注射所在就是放假区这间诊所。台北市卫生局早起派人去诊所来稽查，了解这个行为是毋是甲诊所有关系。诊所负责人也出面发冤枉，讲是病人私底下行为甲诊所无关系，强调家己是受害者。他是第一次来登记残疾的，
所以说它是什么样的来历，其实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好像造成是我们诊所在贩卖一样，我觉得这很不道德。在网络上有这种违法的个人行为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去查处。但总监指出，民众违法为疫苗行为已经违法啦，会请警方小心来处理。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公费疫苗袂使用来趁钱，收看医疗院所广告自存的这疫苗效保名单，确实互民众有旁通两转让疫苗来趁钱。即阵已经下行政指导，诊所袂使互民众转让自存的疫苗。不过有媒体人讲，进前就诊所伫卖自存的莫德纳疫苗，计销发到2档3万例。有诊所在用高价。而且那个时候是1剂16000，2剂保证打满，然后32000的状况，他们应该是用所谓的残剂预约的漏洞，就因为诊所它可以决定谁来打残剂，那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兜售。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卫生局来做检举。那重点是在于说，我们希望所有的医疗院所要谨守自己的分寸。黄阳明点名中山区、上山区拢有诊所伫卖疫苗，经由现金的交易，无度对查这流向。对此，黄珊珊讲欢迎民众来检举，也请医疗院所按守规矩。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缓和，交通部本地拍算要来开放高铁自由座，也毋过无要卖客票，引起真侪批评。有民众就讲买自由座上车，根本就袂知影讲敢有位通坐，还是爱徛的。所以最后指挥中心是决定讲，先暂时无要开放高铁的自由座咯。3天的双十连假即要开始啊！高铁台北站区下晡出现真侪人，即阵高铁自由座也未开放，拢采取专车对号，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定是买无票，拄着连续假期嘛要提早来买票。有啊，之前有打自由座，但是现在就是要提前购买。对，就要先计划好行程。对，像我现在要去换票就很不方便。如果有乘客有确诊或者什么问题的话，比较容易追踪。然后，因为如果是自由座的话，反而就不容易找到人，因为你不法确定他们坐在哪里。因应国内疫情较厉，交通部测试提报高铁放松的方案，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眼上开放高铁自由座，严格禁止徛位，引发质疑。万一上车找无座位免线。交通部测试搁再提出2个方案来讨论。第一是开放自由座，严格禁止徛位，这片方式由高铁公司建议。第2个方案，若是无法度落实禁止徛票，严格特殊状况例外处理，就要等疫情更加稳定，再搁全面来开放。高铁公司也确实做了一些盘点跟陈述了，就是说执行面的一些困难包括就是说旅客如果在那个列车上已经站着了事实上要能够有效的把他们移到这个座位的话，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那有时候必须开放到这个玄关来站立，那但是对于人潮的疏导来讲，不一定能够很有效的管理指挥中心证实，测试暗时经过会议讨论，高铁公司表示这平面有困难，决议最近依然未开放自由座。指挥中心已经请高铁中心来拟定自由座全面开放的防疫计划，等到疫情再去较厉，再去考虑全面开放自由座，到时阵就亲像会使有客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早本的5倍券，今仔早起9点开始就会当伫预定的超商、超市、药妆店领券，不到9点就有民众排队等面领。也毋过有超商的机器是无计算，民众用一寡时间才领到券。经济部是统计讲，目前预定免领纸本券的人数有1193万人头一批是10月7日到10月21领。经济部嘛建议民众毋免赶紧要伫头3天就领，才袂人客人。将健保卡插入去超商伺服机，甩去市夜面顶馆进行5倍券。做了确诊无问题了后，摕小白单甲健保卡转去柜台领。第一摆纸本5倍券7月开始领，不少民众无到9点就到超商排队，领过程是真顺利。早上其实没什么人，所以可以利用早上的时间来领取这个5倍券，还挺顺畅的，而且还蛮快速的，机器反应的蛮快的。我们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加强了就是冷冻生鲜的这一个区块，家电商品我们也都把它纳入了这一次的规划里头。不过各地领的人是愈来愈多，领券的伺服机也开始塞车，有民众试几啊摆才领成功。台中也有民众见到有药的门市被走一抓。他会旋转几次吧，就领到了，还算 OK 啦。你怎么没有领啊？因为他要在指定的门市领取。
这摆五倍券除了用伫超商岭以外，伫官方网站有约民众用选择到超市岭，业者就推出用1000块赚100块福利点，搁送大礼包的优惠来抢市场。我住附近啊，所以生鲜啊、日常用品我都可以用在这里。有一部分会花在卖场吧，因为可能有一些习惯性的消费。另外，去药妆店领5倍券的民众，除了会员点数可加买，也可买清送清，放大5倍效益。纸本券就是好像最高可以打到76折，还蛮多的。然后另外就是随便消费就有3000点的回馈，然后满1000又送1000，所以这样加起来其实还蛮优惠的。所以想说等一下可以帮家人买一些东西。5倍券官方网站甲超商的第一摆抓本领的时间是会10月初8到11，逐工领的时间是伫早起9点到暗时10点。这摆有订抓本5倍券的总共有1193万人。民众若是要避开排列人潮甲减少等的时间，建议用过3天了后才去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台东这2个县市部分的砖头无邮局甲超商哦，所以5倍券甲3倍券同款是交予当地派出所来发。而岛佮南市伫早起8点到民众单面领5倍券，警察佮专工去超商来看前看后。领到5倍券，民众是拢真欢喜哦。有一寡部落的柑仔店是讲哦，民众来用5倍券，因会当找钱。所以一早起，花莲县万盈乡西林村的村干事用太鲁国作物放送，请所人早正行去派出所领实体5倍券。花莲分局有3个派出所。一早起就点好数量，照名册分给民众。有人是代表一个会5个人来领，总共领2万5。买东西、卫生纸、肥皂粉、洗头发。我们凤里分局是整个都是1725份。台东县的偏乡，这个拿金峰乡嘉南村无邮局也无超商，由金峰派出所代发5倍券。因为派出所顶一边代发3倍券，村民感觉真方便。这边5倍券有约的人数比3倍券加1倍，有667份。行动无方便的民众，警方也会送去厝的福音。有民众拄摕到，也唔知安怎用。不知道能不能加油啊？对，现金比较实在，没办法找零钱啊。看有没有行动不方便的民众我们就到府送达。有民众担心5倍券提起杂货仔店买物件，敢会造钱？嘉南村一间杂货仔店的头家讲，提5倍券来买会造钱。那现在因为是有200跟1000的，这样子也会找？也是一样找啊，但是收差不多好几万，我不知道，我们在算。离岛的绿岛甲南苏，最8开始，当地超商会当领实体5倍券，警方也派警察介护，现场的秩序也真好。警方讲，偏乡甲离岛的5倍券，伫这2天应该拢会领煞。记者综合报道。玉山论坛今仔开幕，总统蔡文甲澳洲前总理艾伯特出席致辞，针对台海安全，蔡总统是强调讲，台湾无希望有军事对抗，望讲会当甲厝边和平共存。艾伯特是批评中国威胁的行为，嘛强调讲，澳洲会继续甲美国各有其他友邦来维持区域的秩序，避免有任何的变动。伊嘛搁再小提咱台湾加入 CPTPP。第9届玉山论坛7月举行，主题是以润实力中溪共同进步优先议程。总统蔡文、澳洲前总理艾伯特开幕致辞，其中台海问题是关切焦点。蔡总统强调，台湾无寻求军事对抗，希望甲厝边和平共存。Taiwan does not seek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t hopes for a peaceful, stable, predictabl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existence with its neighbors. 蔡总统指出，台湾致力甲区域参与者合作，防止东海、南海甲台湾海峡爆发军事冲突。甲最近伫外交事务上月刊所写的专文差无偌济，艾伯特也批评北京霸凌行为，相信美国袂唔管北京的作为。澳洲也甲民主友派支持台湾。That's why Taiwan's friends are so important now. To stress that Taiwan's future should be decided by its own people. And to let Beijing know that any attempt at coercion would have incalculable consequences. 澳洲对台海安全的看法，艾伯特表示，上无希望台海战争发生。伊表示，避免上好的做法是，互北京知影台湾有朋友强化合作。We can do right now is continue to consult with our allies, particularly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what might best be done to bolster a rules-based order in this region. 伊个表达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已经为新闻局用口头支持，比如谴责中国军机侵扰台湾。那选择实际支持协助台湾加入 CPTPP 是上好的方式。这不止对台湾经济有帮助，对世界经济发展也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美国的特种部队甲陆战队已经伫台湾协训国军至少一档。国防部是表示无评论，嘛强调讲欢迎任何的国际合作。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也伫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讲，美国是正关心中国破坏台海和平的行为，嘛搁再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美军团出驻台湾协助训练国军，引起真大注意。美国华尔街日报讲，美军特种部队甲陆战队至少秘密驻台湾1年，采轮调方式，分别协助训练陆军甲海军，代表台湾防堵强军的进犯。美国提振台湾信心。学者分析，美军协助训练国军伫战略层面展现美台互信，军事层面会使帮助国军因应紧急的状况。我们按照往例，我们都不予评论，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国际上，如果说有人在台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表示欢迎。不止弹药，还有一些载具可以流通，还有基地的使用，甚至包括在战场上的直管的一些语言图资上，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联合作战的一个效益。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找六甲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面，关切中国对台湾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 BBC 网站特别以头条的方式刊出苏利文的专访。苏利文讲到两岸局势紧张，指出美国真关心有损台海和平的举动，无论在公开还是私底下，拢会支持台湾发声。之前美国总统拜登讲到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同意遵守台湾协议。美国国务院讲，美国的一中政策就是基于美中3公布。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证。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is rock solid, and it contributes, we believe,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within the broader region as well. And so we'll continue to stand with our friends. 外交部表示，感谢美方关切中国挑衅的行为，也佮重新对台湾的承诺。不过，两方继续对立，政府将近1/4经费用伫处理中共对台消耗战。最近4年向美方军事购买是5356亿。刘伟长期落讲，政府应该进入谈判，外交才多元建设，降低台海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澎湖有真侪民众皮肤上起青毛，即几天伫屏东的行出，有一寡民众皮肤生红粒仔，上甲爱去看医生哦。医生是认为讲，这有可能是最近的落山风季节哦，空气中有赤毛糖的蚊造成过敏。这个不知道是被毛毛虫咬的，还是水质的问题，要去看医生了。有人是红棍起粒仔，有人是双脚身躯亲像过敏，拢红红一片。这几天恒春地区真侪人拢出现皮肤起青毛，上甲爱去看医生。唔知是自来水的问题，还是毛毛虫的问题，拢咬到老血。刚刚还去恒春的南门医院去打针，毛毛虫、皮肤炎，这2天超多，受不了。因为真侪诊所病院拢有病患，有人就想到，敢会甲澎湖进前刺毛糖引起皮肤炎同款。医生发现，患者大部分拢是颔棍，佮有手甲脚起粒仔会痒。最近拄好嘛有人看到真侪刺毛糖出现。研判可能跟之前澎湖流行的那一波有一点类似，因为最近有落山风之后，可能空气中会有一些漂浮的致敏的东西，例如说毛毛虫的纤毛。或者其他的一些花粉或植物的东西等等，当然现在不确定是什么原因，不过确实有可能会造成这样子接触性的皮肤炎。加在患者镜头过几天就会好，当地卫生所去了解，嘛请公所消毒，因为刷落来就是双十连假。医生提醒民众，最近外出爱穿长黄的衫裤，较莫去刺毛糖会出现的所在。记者陈嘉文、赖伟做屏东报道。来看高雄市小港一间老人安养机构，有工作人员捏老大人的喙皮、海头哦，做一寡真粗鲁的动作，影片互铺伫网络顶头。社会局是表示，机构是讲哦，因为老大人的心情无好，员工想要让人欢喜，也毋过行为确实是无介好。下晡市政府嘛展开调查，初步是无发现任何重大违规哦，确实要求业者爱加强员工的训练。
许多人坐伫咧轮椅，后边负责照顾的工作人员拿手、拿用手捏老大人的耳仔。另外一位工作人员用手将许多人的下海摊起来，许多人伸手甲伊对方拢袂停。这段1分钟卡嘅影片传出了，引起大家的讨论。这间安养机构伫咧高雄的小港区，业者无出面回应，也甲许多人送来遮照顾的民众讲，安尼施做无妥当。这样不妥当啊！因为你照顾老人，你如果是在玩性的，应该是跟他开玩笑讲话的，不是用那个肢体上的去把他捉弄。民众讲，甲照顾者接触，感觉因人拢真客气，无想到讲会发生这种代志。社会局讲，业者讲代志是发生伫咧吹啦。迄当阵照顾员是看许多人心情无好，想要人互伊笑。从影片上看起来，其实长辈对拍摄这样的一个照顾方式其实是不舒服的，那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会进入调查。因为有民众反映讲，这间机构卫生无好，社会局下头甲卫生所、劳工局联合稽查，调查是无明显的疏失，检查许多人的身躯顶也无伤痕，也有其他许多人也替照顾者讲话，因此社会局决议，把这边违失的事项列入以后评鉴评分的参考。也要求业者爱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也拿罚款的部分，因为查无明显的疏失，暂时无罚。记者综合报道。苗栗通宵的新埔云田宫的附近，大地海线铁轨路有一段200多公尺长的围墙，也毋过这面墙最近已经起平长过了，代替用佮起平的部分降掉，装铁栏杆。当地民众是无法度接受，要求代替爱重新来施工。火车真紧开过，甲大路敢隔一道壁。这道壁的外口是代替海线铁轨路，壁内底是苗栗通霄镇新埔云田宫一带。也毋过这座有30年历史、总长206公尺的围墙，却是一直倾斜，互民众感觉是真烦恼。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这个墙很高，铁路是在下面，火车过去都会震动。围墙毋但一直厝落去，因讲每隔20公尺就闭起的情形，即摆发生地动，也是火车经过有震动，当地民众就真烦恼。惊讲这道壁就按倒向铁轨路，敢若亲像花莲太鲁国号的悲剧。代替今年7月展开改善的工程，甲厝车起的壁甲伊切掉一半，顶面改用铁仔为围墙来减重，也毋过这款的工法，互当地人是无法度来接受。这样一倾斜之后，他只愿意帮我们从就是不要加重它的那个面，它的挡面，所以它就切一半而已，那就解决了。可是这不是解决的办法。代替表示围墙无马上危险，时间造成边坡的震动，发到等会增加危险。不过，民意代表甲民众强烈要求 AA 委托顾问公司提出改善的方案，并且甲地方来协商取得共识。台铁后续的动作，因为他已经承诺我们3个月内有初步的设计。然后后面我们会配合他的施工。代替台中公务单的派人继续来监测，后续应该是会拆掉围墙，重新来处理，初估预算大约是70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诺贝尔和平奖伫今仔暗头5点公布了，是由罗西亚甲菲律宾2位真勇敢保卫媒体自由的记者得奖。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1 to Maria Ressa and Dmitry Muratov for their efforts to safeguard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ich is a precondition for democracy and lasting peace. 得到和平奖的菲律宾资深的记者玛利亚瑞莎，是以监督政府、真敢讲、真敢写出名。伊伫2013年创办新闻的网站，最近这几天因为公开批评总统杜特地轰掠几啊届。另外一位得奖的穆拉托夫是罗西亚新报的总编辑，政府收黑钱、侵犯人权，拢是伊真关心的议题。面对安全，也是有可能讲互掠去关的威胁，伊拢袂去影响到伊的采访报道。委员会是真学了这2个记者的勇气，认为因代表着伫真侪国家内底，民主佮言论自由受到压迫，也毋过有缘坚持保卫新闻自由的记者。
咱再来看日本的新首相菅田文雄哦，今仔下晡伫国会发表头一届的施政演讲哦，伊表示要建立一个甲武汉肺炎病毒共存的社会，嘛强调要加强防疫。针对外交政策，伊嘛讲哦，要以美国、日本同盟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也毋过，伊演讲的内容，和在野党批评讲无啥物新意，甲过去的首相安倍佮关议会的主张无啥物差别。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自今日比将其以内底现场就响起炮啊声，因为伊特别发表就任了后的头一届施政演讲，但先要处理的就是新冠疫情的问题。私はこの国難を国民の皆さんと共に乗り越え、新しい時代を切り開き、心豊かな日本を次の世代に引き継ぐために全身全霊を捧げる覚悟です。岸田表示，要建构甲病毒共存的社会，强化疫情对策甲健康危机管理的机制，透过甲人民的对话，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赖，而且伫财政方面，嘛拨钱应对疫情需要支出。在经济对策，伊强调会打出大胆的气候变迁、改革工作方式的财政对策，促进成长策略。在甲病毒共存之下，互经济各方面的成长加做良好的循环。若是外交，伊是强调爱以日本、美国、澳洲、印度这同盟做基础，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中国とは安定的な関係築いていくことが両国、そして地域及び国際社会のために重要です。普遍的価値を共有する国々とも連携しながら、中国に対して主張すべきは主張し、責任ある行動を強く求めると同時に。对于北韩，岸田主張愛實施無核武的世界，嘛，佮一擺強調解決北韓綁票日本人問題的重要性。對於俄羅斯是表示，若無解決北方島嶼的領土主權問題，就無法度締結兩國的和平條約。日本岸田首相用差不多26分鐘發表施政演講，不過這個內容煞互在野黨批評，甲過去安倍菅義偉主張並無差別。國際新聞台是唐炳益。再來看紐約市的調查局伫初7公布一份調查哦，指出講市長白書和甲伊厝鄰的人亂使用紐約市警察局提供的保安資源。也毋過市長嘛批評講，這份報告根本攏無問過警察局的情報維安相關的負責人員是烏白指控。紐約市調查局初秋發表報告，有47項指市長白書和濫用紐約市警局保安資源，互30件市亞大搬厝接送後生等等，下架到康乃狄克州的耶魯大學。也閣指出，自2019年白書和爭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初選期間，納稅的人也為伊幾個月遭行政造勢為案，付379794美金。DOI's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oard public guidance that the campaign or the mayor personally should have reimbursed the city for those travel expenses. 白書和初7在記者會宣布這個報告根本無問市警局的直接負責人，攏是錯誤無專業。伊辦公室已經向紐約市利益衝突委員會提交說明，因為無需要負擔競選期間的維安費用。紐約市警局情報甲反響副處長米勒也表示，任何一個紐約市長攏是全國性的公眾人物。這幾年來政治環境變化威脅升懸，派人保護市長甲家屬是出自紐約市情報局對威脅程度的專業評估。This particular mayor, over the last 8 years, through the NYPD's Intelligence Bureau's collection of that information, has logged in 308 separate threats. 33 of those have specifically referenced his family. I'm entirely surprised by the inaccuracies in this report. I'm entirely surprised that they chose not to interview the top security experts at the NYPD. 白書和兩個市長任期屆滿，依法未當閣連任。有消息指出，伊考慮投入明年紐約州長的選舉。公司新聞是非常評價。德國一名今年100歲老大人，被指控講在二戰期間擔任納粹集中營的警衛，協助殺死3000外的人犯人哦。這老大人初7出庭接受審判，伊嘛是目前閣受審年歲上大的被告。掠着拐仔慢慢一步一步行入法庭，辯護律師今日面5條的，替伊保留最後的尊嚴。已經100歲約瑟夫 S 不擔任德國納粹集中營的警衛。被指控在二戰期間，佇
知情而且愿意协助杀害3518位集中营的人犯，吹切出庭受审，是德国因为纳粹时代罪行受审的人内面年纪上大的。Ich fand ihn erstaunlich rüstig und präsent. Er hätte die Kraft, eine Entschuldigung auszusprechen, und er hätte auch die Kraft, sich zu erinnern. 约瑟夫 S 被指控不是纳粹党的注册党员，在1942到1945年期间，伫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做警卫，犯的罪行包括甲行刑地处决苏联的战俘，用切克隆比毒气杀害其他被关的人。虽然年纪正大，不过当局认为伊的身体状况也是有法度出庭受审，不过限制法院逐天开庭的时数。A lot of emotion. It's very difficult to speak. I can't really speak now. I'm very touched. So, speak.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8 years. 美联社报道，1936到1945年，总共有超过20万人被关伫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真侪人因为饥饿、疾病、强迫劳动而死亡，也佫经历过无人道的医学实验甲灭绝行动，包括枪击、假刑甲毒气。死亡人数是无确定，讲法真侪，自45000到10万拢有。Ich bin einer der letzten Auschwitz-Häftlinge. Und ich möchte, dass dieser Mann, wenn er verurteilt wird, und hoffentlich wird er verurteilt, dass er ins Gefängnis kommt. 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来看第7档前，太阳花学运过程中发生323占领行政院。为杨顶人防起诉，1审是判伊无罪，2审该判有罪。今仔高等法院经1审判公诉无受理，专案确定。 7年外进前，太阳花学运发生323占领行政院案件，警民爆发冲突。为杨顶人被控负调真侪人攻占行政院，被以涉嫌煽惑他人犯罪遭到起诉。1审判无罪，2审改判有罪。经最高法院撤销发回，经1审初被判决，公诉无受理。侵入建筑物罪的正犯行为已经经过原审判决公诉不受理。 又因为告诉人是对所有侵入建筑物罪都撤回告诉，因此许顺志等7人教唆他人犯侵入建筑物罪部分，已经欠缺诉追条件。经1审合议庭认为，被告涉犯煽惑他人犯罪部分，应该属于告诉或者是帮助，所以爱甲亲戚建筑物罪部分斗地评价。不过亲戚建筑物罪部分，行政已经撤回告诉，认定煽惑罪部分无应该受理，其中2名被告仍涉犯毁损公务员相关物品罪部分，为期原判决，判刑4个月，应1颗罚金应上诉。听到判决结果，魏勇表示有一点遗憾。 因为原本当时是希望透过这次的审判，能够去挑战这个煽惑他人犯罪，甚至我们原本还希望说，是不是可以有释宪的可能嘛？那只是说法官选择了一个绕过这个争议的方式来处理。伊表示对法官无作出有罪判决真肯定，不过可惜未当解决根本性问题。伊的委任律师也表示，虽然遗憾，不过尊重，也指出对煽惑罪或者是煽惑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认定，有关无解答。 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要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真侪届拢表达支持。台北市日本工商会今仔提出对台政策建言白皮书，互国发会做伙更明显哦。除了表达支持的立场，嘛望讲会当重新来检视对日本食品进口的管制。日本工商会是表示，过去10点只有台湾甲韩国无放任进口的管制，望讲会当量早来解除管制。 台北市日本工商会递交2021年对台湾政府政策建言白皮书，和国发会主委方面心。理事长德元克豪讲会请日本政府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也提出重新检视对日本食品进口管制等6大建議。また、日本産食品に対する輸入規制措置を科学的根拠に基づき撤廃することを改めて強く要望しています。
その他にも台湾政府が推進する6大革新戦略産業を軸とする政策を意識した提案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日本工商白皮书每年都会提出，希望台湾加入以 CPTPP 为代表的大范围经济伙伴协定的立场。内容也讲到，日本3亿的大地震已经过10年啊，到昨嘛ยัง未放宽日本食品进口管制。即个拿台湾甲韩国，希望台湾政府会当量查废除相关的进口管制。日本立法议员昆坛会会長古屋圭司伫玉山論壇也支持台灣加入 CPTPP。台湾の TPP 参加支持を表明しています。台湾政府は今後の加入交渉に対して福島県など日本産品の輸入禁止措置の解除を協議する考えを表明をされました。9月13号，日本工商会就表达呼吁日本政府要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表达感谢之意。立法昆坛会也有日本工商会，拢正关心台湾福岛食品解禁的问题。国发会主委方明兴伫咧会后讲，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提出相关的讲法，态度正清楚。台湾对食品进口一直拢遵循3大原则：第一是个人的健康，第二是科学证据，第三是国际标准。未来不管是日本或者是其他国家，拢会依照这3项原则来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航一个细粒的技术哦，因为伫居家检疫期间，真侪个违规出门，华航可以处分是记一个大过2个小过，嘛要求爱停飞，嘛无限期来取消伊的空勤资格。交通部民航局今仔嘛对这个技术处罚60万，嘛罚华航200万。民航局调查是发现讲，这个技术伫8月中转来到台湾，应该爱进行5天的居家检疫。也毋过哦，伊伫这段时间违规出门6届，已经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所以报交通部，交通部是罚伊60万。华航因为无好好管理哦，敢若是今年5月份到8月份，就发生6件机组人员违反居家检疫的规定，所以嘛罚华航200万，要求华航爱马上来改善。咱来看帛琉总统会树林哦，将出席驻帛琉大使馆举行的相识酒会，宣布讲帛琉认可咱台湾本土研发的高端疫苗，有做过2剂高端疫苗的人哦，入境帛琉唔免搁隔离，会当马上开始观光的行程。帛琉嘛是伫印尼跟纽西兰了后，全球第3个认可高端疫苗的国家。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泡泡2.0八月开始复航，帛琉方面，搁再对台湾推出好康。依照帛琉即阵入境的规定，必须完整来注射疫苗满14天，而且旅客所做疫苗必须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是世卫承认的疫苗。帛琉总统亲身宣布，认可台湾生产的高端疫苗，即刻起注射2剂高端疫苗，而且满14天的旅客入境会使免隔离。帛琉政府已经颁布新的卫生法令，正式将我国的高端疫苗与其他获得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所认证的疫苗，同时列为帛琉所承认的疫苗。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即阵台湾有超过51万名民众完成2剂高端疫苗注射。旅游业者表示，欢喜看到帛琉上新的入境的做法，因为过去确实有记到做高端疫苗想要去帛琉佚佗，可是因为当时高端疫苗也未互帛琉来认可，离我都去。我们也收过有大概1家10口，那希望去旅游，但是当时就是因为他们是打了高端的疫苗，不适用当时开放的政策，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政策出来，我们很看好已经打过高端疫苗的旅客也可以加入这个旅游市场。帛琉是即阵国际第3认可高端疫苗的国家，9月17。印尼代表处公告，印尼接受入境旅客注射经过各国政府核准，不过也未经过世界卫生组织核定的新冠肺炎疫苗，也包含高端疫苗。纽西兰是伫即个月初时宣布入境许可疫苗加上高端疫苗。高端疫苗即阵在伫巴拉圭进行第3期的人体临床试验，预计在今年第4季就使摕到其中的分析数据。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有人提案讲，针对升学正重要的学习历程档案哦，望讲会当伫技术性的高中统测结束了后，再来传送高三全学年度学习历程档案。提案短5天哦，已经有将近1000个人联署了。以原住民传统文化做主题，林同学甲5个动物制作底片动画。这个毕业进程的专题制作是学习历程档案的重要学习成果。我们这组有配音员，
然后我们已经录好了剧本，之后就拉进去，我们就可以让吉祥物讲话了。希望成果让人满意，对明年申请入学有帮助。不过知影教育部规划明年学校上传中央资料库的时间，比较普通高中拢伫4月中下旬为止。有学生烦恼，准备统测的学习档案拢受影响。那一段时间就是考统测最后冲刺的时间，学习历程档案会比较希望等统测结束之后，然后就会比较有时间去做得更好。希望重视机构先权益，有民众9月30日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将高3专年度的学习成果甲多元表现，上传时间修正做5月7日统测结束了后，目前已经将近1000人复议，青明协表示赞成。这样的时间会太赶，就是希望说，针对要考统测的学生，教育部这边可以往后延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让学生可以比较有充分的准备。在实务上，我们校方就会建议学生，希望能够在4月20号以前，甚至4月中以前，把学习历程档案先进行上传以及处理。青明协认为，若上传期限延到统测了后1个月，司机申请入学的自介时程也爱调整。结果无亲像普考后边还有分科测验，应该还有空间。希望教育部应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学生上惊数学，台师大数学教育中心甲金钟奖的动画团队开发一套台湾原创的数学科普动画，望讲会当来帮助学生产生对数学兴趣。对魔术之神前往游戏的世界，严小妹一群人拄到侪数学关卡，伫咧即关就要做一摆踏到纸顶面全部的天车。若天车毋拿一粒的时阵，是要安怎咧？你可以对着地图这样滑，2颗星星的位置重叠，就能一次踩到啦。找到点甲点之间的线去对拗，就会当踏到全部的天车。原来这是国小6年到高中1年拢爱学的线对天、线对称。我们这影片里面当然不是要谈数学公式之类的，那你没有数学公式之类的东西，解决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就是要从小孩子的自然的想法去激发他的思考，然后呢，看他怎么样去解决。抽象的数学要安怎转化做具体概念？台师大数学教育中心用这几档办理活动的时阵，学生操作的想法甲策略来做底底。若要变动画，就找金钟奖动画团队，考虑到故事性，佮找同一间学校电机系作家罗依伟来写剧本。孩子们在看数学常会看到这个表象上的一些数字大小，就决定是谁多谁少。可其实是要算比例。那这部分就是我们会把它铺陈在剧情里面去跟孩子去讨论。我们这边是尽最大的能力去消化他们的意见，转换成小朋友的语汇。透过走馆的动画去了解高中甲小学7大数学的核心概念，台师大数学教育中心认为，除了会当一步一步消透学生对数学的惊吓，更会当配合新课纲注重的数学素养。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甲阿里山的9大部落最近配合就组的传统，做伙举办阿里山部落周年庆。望讲透过各部落提供的主题文化的活动，来带动阿里山地区的观光。来自北山部落的表演团体，用传统的舞蹈演出，替大阿里山区准备要开始的观光活动闹咧开场。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为着要重新带动阿里山的观光发展，配合9个部落做伙举办观光活动。那随着这个疫情慢慢解封，我想那个未来我们在随着这个生态之旅啦、部落文化之旅啦，还有一些产业的一个这个活动我们会来促进我们业者的一些收益。阿里山伫顶一站中秋连假的时阵，并无偌侪游客来遮耍，真侪外口观光收入的部落甲产业嘛受到影响。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就表示，即摆疫情无遐严重，希望民众会当来阿里山遮佚佗。就是因为疫情，然后都没有人进来部落，然后多少都会影响。那这个活动，我觉得可以刺激一下那个我们地方的那个产业的那个销售之类。透过这样的一个记者会，让我们的部落的这个观光旅游的一个方式跟景点，可以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记者会，让他做一些宣传这样子。阿管处表示，今年还有2个月的时间，刷来伫第3石路社区甲三米部落，还有秋冬的活动，希望吸引民众来遮振兴大阿里山区的观光产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最近10档台湾近海的鱼仔是愈来愈少，嘛愈来愈细只。配合一定少年人忙讲利用食食，互愈较侪人来重视海洋的危机公司第一台青春咱的梦，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大家来去配合关心这个议题。平遥透早5-6点的车看鱼港，鱼船一只一只转来。船顶的鱼青主要是丁香较侪，伫这的鱼面当中出现一定少年家，要来捡下杂仔转去做鱼种的标本甲记录。因即马咧经的鱼，就是要摕迄个较好的丁香客。若是丁香有身体有较上烧的，就是嘛属于迄下杂鱼的。下杂鱼内底佫有就是毋是丁香的鱼，对因来讲就是这较是较无价值的鱼。平湖的鱼种丰富，专讲是下杂仔嘛有济珍贵的鱼种，但是因为市场介绍无好，这鱼毋是摕去做饲料，就是变落海卵。面对一档过一档鱼青愈来愈少的情形，年有村的少年家认为下杂仔会当有新的运用，提升渔业资源的价值。大部分的人会想讲，这就是人无爱啊！我甲捡这顿来，这毋就奇怪。如果我今天把它开发成比较精美料理的部分，因为有些下杂鱼它很特殊它很像丁香，丁香你小可煎者，还是用吹配蒜头的就好食。其实下杂鱼也是一样的概念。身为平湖的少年家，变成看到咱这的鱼是愈食愈细，嘛愈来愈贵。伊认为咱对海洋资源的利用袂当伤量伤，年有村因希望会当推广下杂仔做市场的代替鱼种。我会觉得海里面的鱼绝对是够大家吃，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要去选择对海洋比较好的那些海鲜，就包含是什么季节应该吃什么鱼，哪些数量比较多。如果越来越多人有这样子的意识，然后可以慢慢的去形成一个风气。食钓时食在地，细尾的泡卵的唔通掠，这是维护海洋资源久久长长的做法。年有村认为食海产嘛是咱正重要的海洋文化，但是爱会晓拣食，咱的未来才通年年拢有鱼通食。记者卢昌如、林建如平湖县报道。来看伫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Virgin 集团的执行长布兰森会发展太空旅游，即马阁有2间美国的新创企业，讲要利用气球把太空船送到大气站的附近，强调讲这款的做法唔但环保，阁无需要特殊的训练，打算伫2024年特别送游客去太空观光咯。参加合作的2间公司分别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甲北地的 NASA 工作的太空人，甲科学家造成的世界视野，甲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另外一间新创企业太空观点。根据世界视野公司发布的消息，因已经伫今年6月18成功进行太空船的无人飞行试验。业者指出，因拍算推广其实无算是真正的太空飞行，是所谓近太空。地球大气站的高度根据纬度无同，伫2万公尺到12万公尺。6月测试当中，太空船的极限高度离地面33043公尺，可能算是大气站边缘的近太空。一般太空船无论是毋是有载人，拢是以火箭推进做动力。不过世界视野甲太空观点的合作，是以超大型气球撒太空船以地心引力相反的方向飞离地球表面。业者指出，安尼方式用避免升空过程互人体带来激烈冲击，太空人无需要特别的训练。Astronauts have long talked about what they call the overview effect, where they get to experience our Earth and seeing it without borders, without race, and seeing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emselves. And I think most importantly, seeing Earth as a living organism. Space tourism is about place, it's about time, it's about affordability, and it's about accessibility. So when we talk about the overview effect,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really important is to provide contrast. 星期五展开太空旅游的企业，威丁集团单人票是45万美金，若是经管的票价是伫20到50万之间，平均差不多18万美金。这个用气球飞离地球的旅程，强调介绍较低，不过也无够力俗。已经知影每一个人爱12万5000美金，合新台币超过350万。公司新闻徐家仁朋友。明仔载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
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暗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